6手龍船都過終點啦，呢場賽事都比較激烈啦，我哋等一陣間。海長龍、同慶龍、合心龍、藍鷹、聯青龍呢5艘龍船都準備我哋再下一場嘅賽事。我第18場賽事男女子混合組第3回合第2場已經啱啱起咗步啦。靠近兩邊落嚟，從第2線開始嘅第2線係立泰龍，第3線係藍鷹。藍鷹稍為帶出咗少少。超盛。袁裕龍。藍鷹、袁裕龍、藍鷹、袁裕龍鬥得好緊張啊！一到我第18場賽事所有龍都衝攞終點啦，係咁就一樣啦。咁第19場賽事嘅5手龍舟。男女子混合組第3回合第1場賽事，第1名青英龍，第2名香灣。